有一种吸石仔球叫做巴克球，这个台中中山医学大学附设病院最近接到一个遮大只小宝宝，肠仔肚竟然有5粒小吸的巴克球，无怪紧啊，食物件就来吐。加在开刀已经顺利摕出来了。这种的巴克球因为有真强的吸力，若是无小心吞落，会甲肠仔壁吸做火，致使肠仔壁欠火、歹死、破空、发炎，一定唔通互囡仔摕去算才好。一回查甫囡仔照肠仔电工当中，竟然有5个细细粒白白物件。医师讲这是吸做火的巴克球。他就是没有办法吃东西啊，就一吃东西就会恶心想吐这样。中山医的小儿科急诊的医师谢宗学讲，家长原本嘛啥拢无，后来看到电工才知影讲是巴克球，手术了后已经无代志啊。只吞1颗，大概可以自己大出来。像你肠子是弯弯曲曲的，如果2颗巴克球是靠近的，他就会把它吸起来。台儿童胃肠科医师陈德庆，伊讲，捌有囡仔食巴克球了后，肠仔拍结。扭转，肠子会缺血坏死。巴克球有足大的吸力，会当倒来倒去变无共款的形，但是囡仔生这其实真危险。医师是感觉讲，台湾应该卖卖巴克球，进行小物件跟磁性安全检验。要符合这2个检验规定才能够上市。目前台湾有人咧卖这种物件，网络顶悬卖的人嘛袂少。票检局表示，如果无通过检验，就会要求业者袂当卖。若是吸力无遐尼大，球会当较大粒咧，安尼可能问题就无遐尼大。家长嘛要注意，囡仔无小心甲巴克球食落去，定定拢是1万年的代志。若是食落去都袂付啊，所以上好是莫互囡仔生这种巴克球。